今年迈入第24届台南五月音乐季，将伫5月3号、4号连续2天伫个新化虎头埤风景区热烈来登场。今年总共有28组的表演团体。台南市政府日前伫个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活动宣传的记者会，活动创办人孙和平嘛现场来演唱，场面热烈。There's no other way, as far as I can tell. So take that step, take it right away. 这个歌原来的是你们知道哪一国的歌吗？那个音乐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那个阿根廷，这是阿根廷的歌，然后台语的，然后是更样。然后因为我的血统是罗马尼亚的，我爸爸是罗马尼亚，我妈妈是德国，所以我要这个 feel 在我的心里。我听这个歌，我想，哎，跟我的家一样啊。现场出席的除了五月音乐季的创办人孙和平的乐团、市府观光旅游局以及在地工协会代表、甲啲民意代表。今年还有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甲啲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加入，因为新化区是国发会打造永续用好地方创新计划4大示范点之一。今年伫个新化的老街，还佮干部来举行新化果乐寺的活动。邀请民众来虎头埤，一边听音乐，一边来踅老街。这个五月音乐季有办一个新化果乐寺这个活动，那里面有14个乐团在新化老街表演，在5月3号到4号之间，在新化老街武德殿前面，那有音乐的表演，有那个创意市集的活动等等。那我们希望结合我们虎头埤这边音乐季两边强联手，然后发挥加成的效果。那希望全国的听众或喜爱音乐的朋友都来我们新化这地方参与我们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规划了一系列活动，绝对要颠覆大家对这个用创新的手法颠覆对这新化小镇的想象。超过28个独立乐团，然后大家共同参与。然后刚刚我们国土署的这个林副座也跟我们说，在老街也有。那这个两地这个音乐串联哈，这个互串哈，那能够把这个氛围带起来。然后除了老街也可以带动，虎头埤也可以带动，那整个新化地区，包括这个果菜市场也带动，这个街艺场也带动，整体把它透过这个音乐会把它带动起来哈。五月音乐季的创办人表示，今年参与的乐团拢是精选各个具有特色的独立乐团，加上台湾在地独立乐团连续来演出，具有多元而且丰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在现场报名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